花帶咧喺客家人嘅族群裏面咧，都好有意義。啲客家婆婆成日都着啲藍衫啊，或者黑衫啊，成套都深色嘅，所以佢哋就會自己夜晚織花帶啦。個條花帶都唔同嘅喎，咁可以顯示到客家人女仔啊，心靈手巧啦，同埋都好勤力啊。因為當時咧，佢哋真係唔係工作，就係湊小朋友。織花帶係其中一個佢可以靜下心嚟，咁做一啲創作啊，做一啲小手工啊，咁令到自己平復啊，或者開心啲嘅。咁我哋首先第一樣嘢就要翹線啦，翹線都要20-30條線以上先至可以織到一條帶。翹完線之後咧，就排線咯。咁我排嘅時候就將唔同顏色嘅線 ，depends on 你織咩花，咁就要點樣排啲線。排好線之後就上筒啦。就會將啲線係一條高一條低，一條高一條低，順序排好之後咧，製作嗰個公雞頭。公雞頭咧就係用嚟織花帶最難嘅一步。其實做完公雞頭之後咧，就可以開始織啦。織花帶嘅工具咧，其實都係佢哋日常生活咧會用到嘅，同埋比較原始嘅。譬如呢一支梳啦，咁就係佢哋自己會自己做嘅。另外一個重要嘅工具就係要兩支竹筒。咁支竹筒咧就係用嚟穿住上筒嘅時候咧，將上面兩邊上下嘅線分開嘅。所以呢兩個咧可以話就係最重要嘅工具，同佢嘅生活嘅嘢息息相關。所以你喺個花帶上面會見到好多菱形啦，或者有啲好似龜仔咁嘅形啦，有啲中環交錯嘅斜線咧，其實嗰啲咧就代表咗山同水。其實菱形好特別嘅，佢哋係叫欖仔，佢個欖就係青欖嘅欖核，欖核好似個菱形，兩邊尖，中間闊嘅。咁佢攞咗個諧音叫做欖仔，欖仔好似攬住個仔咁樣，亦都係對一啲後輩啊、一啲小朋友嘅一啲祝福。我覺得係客家人獨特嘅一個文化嚟嘅。暫時我仲未睇到其他族群咧有特別一條咁樣嘅織帶咧，去代表佢哋自己一個族群嘅一啲象徵啊。香港咧所識客家花帶嘅人其實真係寥寥可數。我好想咧將呢個花帶咧一代一代傳落去，唔好等佢失傳。除此之外咧，佢仲有另外一個宏願嘅，就希望將客家花帶可以產物化。除咗好多人識得去織之外咧，亦都希望可以將佢現代化啦，將佢可以同現代嘅生活連繫一齊啦。除咗教班授徒之外咧，希望就可以做啲 product 出嚟，譬如手機繩啦，會唔會咧？會唔會係啲袋咧？會唔會係有其他嘅日常用品用到嘅嘢可以用客家花帶做咧？同埋有一樣嘢咧，我覺得客家花帶係比較特別嘅，佢就可以個性化，可以設計自己喜歡嘅圖案。咁我亦都希望將佢年輕化，唔係一定要係即係客家人或者好似老人家先會戴呢啲嘢。喺文化傳承方面咧，有兩個維度嘅，一個維度咧就係傳承老舊嘅嘢，一路慢慢落去將個文化傳落去，就唔好等佢消失。另一個維度係打橫，就係希望有啲新嘅嘢可以從呢種技藝以外，又發揮新嘅變化或者新嘅創作，咁樣先係一種文化嘅積累。